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共规定了后，美国海军第7舰队正式讲，因飞弹驱逐舰伫4月10日有通过台湾海峡，但是国防部表示全程拢有掌握。中英空勤昨暗在通机场执行拖飞行器的时阵，却去弄到另外一台波音777客机，这只代志的执管也已经停止调查了。全面法律证的政策对今开始会当伫邮局柜台领现金，民众早身份证加健保卡，头一天就40万人领到。美国海军第7舰队正式讲，飞弹驱逐舰米利24号伫4月10日有通过到台湾海峡。国防部正式讲，这美国军舰呢通过台湾海峡上北期间，全程拢有伫咧掌握。另外，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一直增加，为着要防止这中共利用往回台湾、中国之间的客轮、货轮，加做偷袭的工具，立法院也提案要求国防部甲相关单位要爱赶紧来应变。中国学者认为，讲利用这款方式来控制港口，后果恐惊是真有限。美国海军公布昨日，米利20号由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这也是中国伫7月到7十进行飞弹军演了后，航经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时间点敏感，特别引起关注。今日有一艘美军驱逐舰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过程当中，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的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第7舰队表示，这是例行性轮轨，展现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约束。这是伫1月美南将军号了后，国防部再度证实有美南2月大海。4只海军陆战队 M109 成绩特种作战突击艇快速刷动10次进驻台东富工渔港。突击艇停靠伫海巡艇停靠区，军方甲海巡拢太平介护。M109 载台会当以任务快速调整，配有50机枪、40榴弹枪甲74机枪。汉光演习月底登场，台东伫本烟花较头一摆互会做红色区域，会进行南挺定流甲反定流演习。另外，为着防范强军利用两岸通航客货轮用无尾多城模式以便军军将解放军直接送到南港港口武装突击，林焕仪提案要求国防部甲相关单位完成应变处理。战时的话，当然你不可能用这种比较慢速的轮来做一个登陆，解放军应该是会使用它的这个洞拐5或者是洞拐1，类似这一种2栖突击舰的方式来对我们进行抢滩登陆，或者是直升机的空降突击。中原之称是两岸定期客货轮航行厦门到基隆、台中、高雄等地，国防安全研究院事件爱提防强军暗装武器部队伫民用人者，一旦有状况，国防部会甲航警局启动区域联防，紧紧通报4科会，现警消甲国军快速应援，提升战备等级。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当咧紧张，根据着印尼媒体进前的报道讲印尼外交部表示，印尼政府当咧替伫台湾的35万印尼民众规划一项紧急的应变计划，包括安怎对台湾甚至是附近的国家，甲一寡印尼公民撤离，而且要预测台湾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形。但是外交部表示讲，会继续和各国代表机构保持联络，若准有必要，也会提供协助。台海紧张局势升悬，印尼罗巴部顶日报道，印尼外交部公民保护局主任努格拉哈表示，会继续关注台湾事态发展，为着预防各种可能性，已经甲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合作制定应变计划。Kementerian Luar Negeri menyiapkan rencana darurat mengantisipasi perkembangan situasi geopolitik di Taiwan yang belakangan memanas di tengah ancaman perang dengan Cina. Keberadaan 350.000 warga Indonesia di Taiwan menjadi alasan utama penyiapan rencana darurat. 这个报道也讲，台湾是一个海岛，唯一的交通就是透过海运也是空运。不过，伫中国克航军演中，总是演练安怎保卫台湾，佮切断进出台湾的海空交通。一旦爆发战争，要撤侨只能透过海空路。要将35万人平安退出，也是一项真复杂的任务。外交部表示，会继续甲各国代表机构保持联系，适时提供协助。外交部持续与各国驻台代表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就区域及情势交换意见，并适时提供各国为保护在台公民所需要的必要协助。
针对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吴克连讲，菲律强化安全合作是干涉台海局势，将规集在台15万非籍移工。外交部也严正驳斥，这种威胁已经达到明显大胆的地步，是文明世界无法度容忍的言行。根据劳动部最新统计，印尼籍移工伫台湾的人数大约是25万4千人，可卡是当朝的主力之一。印尼政府针对台海局势有做的撤侨计划，民团烦恼严重冲击台湾教护能力。康务工是支撑着我们，就是这些老人家长照的不足做了照顾的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撤了，那当然就是很惨的。当然就是非常惨的。东协跨政府人权委员会表示，东协当准备至少2项保护移工的声明。第一份宣言关系到伫归期期间保护移工，第二项是涉及保护伫渔船顶的移工。记者综合报道。中英航空昨暗呢，伫咧通机场执行拖飞机的过程，却去撞到另外一台。轰动的是中英航空波音777客机，这机片也受损严重。中英航空已经甲这俩代志员工暂停职务，也通报主管机关。民航局表示，受损的飞行机会由中英航空请原厂协助提出这修复方案。那阵经过这民航局同意，这飞行机修复了后，就会当继续来飞。这运安会要随了解这件代志头尾。A321客机其实卡伫777客机机片顶悬，机片表面冒落去，推车龙的六头未死。昨日暗时10点半，中英航空执行中英航空 A321空机拖机作业，拖车驾驶员为出行道等外进入停机坪时阵，作业无细之后 A321客机拄到停伫的停机坪顶悬中英777，造成2架飞行机拢受损。我们有一些关心这件事情，脱机的过程里面去 A 到的，那上面也只有一个机务人员在负责沟通，他没有这个飞航的意图啦。依据这个飞航事故的定义的话呢，它不属于我们的飞航事故，它属于地安的事件。中英航空已经通报主管机关这个代志，佮暂停吊驶员工勤务，但系调查。前技师指出，飞机拖机作业除了拖机驾驶，也佮将反坐伫拖车顶悬博士作业，随时吹鼻啊示警。飞机顶悬也有维修人员紧急状况应打洞啊，拢标准作业停驶，这摆代志无正常。虽然那个维修人员他不会开飞机，但是他会踩刹车，他会停下来，所以安全按照正常来讲。应该真的很难去撞到的。看飞机的情形，我是怕那个飞机可能会报销。疫情期间流失的很多能力，并没有补回来，所以淘机的人，其实他的工作量工时都很长。那甚至公司人力流失到他会不当调动，把高雄机场的员工，或者说母公司不是做这个工作的员工，都调来淘机。而且，协助中英航空依法休困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协会指出，中英航空因为代雇比工业较低，过年了个人体质人力不够问题比而且严重。虽然这摆意外事件也无确定原因，不过希望公司爱确定是员工是不是工作量超出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内门发生火烧山，经过5天总算是甲火拍花了。不过这林务局和消防局也是留伫咧现场，就惊讲内面还佫有火势会佫再倒起来。南部目前当咧欠水，却佫爱摕来拍火。即马水公司就掠到5成用水大户，因拢无照规定减少用水，特别强制甲因封水表啊。消防局用空气机观察，连续5天的高雄内门山区大火。17号下午处理了后，状况解除。南部真久无落雨，山头看起来大黄一大片。经过大火烧过林地，变乌几落位，都惊风势过来，搁烧起来。消防局和林务局嘛继续戒备。是昨天打熄了，但是今天早上如果温度再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有复燃的可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局里面还是相关的人还是不敢松懈。我们调派了非常多的同仁在火场的不同的地点去做一个监控。紧急撤离的3号6个人，里长一早起就赶去了解状况，因为其中一户有饲鸡，烦恼鸡料受影响，提早赶回来关心。我有走啊，而且佫有知爱等来看啊，等来顺咯。鸡爱顾的啊，鸡爱顾啦吼。所以伊的伙话嘛是拢来到要鸡条边啊。南部真久无落雨，嘛互高雄有名的爬山景点半屏山，本来绿色的山头变色，花草树啊打起，半边湖拢无半滴水，闭起看袂到美景。
推力的地方就是比较少一点，都是好像像周边看到这样子啊，都有枯叶这样子。高雄水情灯号即嘛是感觉色减量供水，用水大户无升水。水公司复查了后，发现460户无合格有误射，已非工业用户上济，包括百货、商场和洗车业者。水公司已经陆续开始执行强制延长水表。记者高雄综合报道。罗港爱徛公平，咱来关心罗港议题。这台中市消防局有一名救灾救护指挥中心的派遣员，顶个月初四下班了后，回到厝里说雄身体不爽快，当天就随去病院给医生看，说因为雄发生这心脏问题，就来请公司。家属也接记讲，这死者伫今年1月2月加班时数就178点钟甲108点钟，认为这是过劳抑个压力造成的。不过台中市消防局说讲，这加班时间拢是符合规定，毋是过劳引起的。相片内就是台中市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中心的圣诞派遣员，也毋过即马对家后吴小姐来讲是真痛的回忆。吴小姐讲，最近半年常发现红晒添加一顿去就困啊，抑佫常常出现身体无爽快。顶个月就医，说因为心因性雄死亡，离开人世间。家属质疑是过劳引起的。我所知啊，他们就是都是备勤状态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像外勤一样，你可能有休息啊或什么之类的吧。家属讲，圣诞派遣员顶个月初四大夜班下班，回去厝的身体无爽快，8点前往病院，就住伫家护病房。暗时7点左右，再度出现无爽快急救，迄天就宣告死亡。家属表示，伊伫今年1、2月的加班时数达到178点钟甲108点钟，甚至抑佫有几啊摆大夜班下班，也会到南投德山接受训练。伊也向校长发出信息，讲真忝，批评消防局勤务安排失当。才每日夜间降低2个执勤席位。经统计，指挥中心派遣人3月份平均加班时数已降至约100小时。台中市消防局表示，加班时数符合规定，也依照规定，互因加班费也是保休。那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表示，依照公务人员服务法规定，消防员逐个月加班时数上限是160点钟。不过，圣诞派遣员的身亡甲工作负担也是有强烈关联性。只要在事发的前1个月加班时数高达100个小时，或2至6个月加班时数高达80个小时的话，那他就是有这个过劳死的这个风险存在，那跟他的工作就有极强烈的关系。消促会表示，即马消防员甲劳工参一般公务员比，有原是过劳工时的情况，制度面应该全面检讨。佮伫日了增补进前，应该调降工时甲工作强度，才会当避免类似的状况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若讲3月小妈祖，这大甲妈祖绕境进香，伫4月之1，也就是后礼拜5暗时特别起驾咯。按算22暗时会通过彰化市的民生地下道，这个所在是上接发生抢救地点。彰化警方今仔日早起也进行演练，要来演练这主动抢救的方式，佮甲分局内面的柔道、跆拳道的高手出来组成一个应变队，防止暴力事件佮再发生。乱叫一到位，双方的人落水，一起要抢救，冲突随发生，警方也马上介入。伫过程当中，双方的人互相杀来杀去，搁伫遐呛声。这个时阵，教官要求改变战略，避免冲突有升级的机会。逮捕组逮捕在这边，群众在这边，就这边的警力要把群众往外排除出去。警方随中心部署，看到双方大队人马准备要个一挖来，使用优势警力组成人墙甲因隔开。想未到这个时阵，又个配塔拉摕到危险的物件要来攻击警察，警员随出手甲压制。彰化警方17早起这场的演练，就是为着特别开始的大甲妈祖绕境做准备。这个月之1，大甲妈特别起驾，按算22会到彰化市区，暗时会经过民生地下道。就去年伫这所在，各大队人马伫这抢救发生冲突，通出当总裁长安乐等人也和警方发生严重下体。彰化警方今年是严加防范，佮成立机动应变队。成员里面有霹雳小组，还有我们整个警察局的教官成员大概是4名。那我们就是会模拟这些状况，
那甚至有的民众会他自己的阵头里面自己就打起来了，那我们会介入。中华警方组成的队伍内面有国分局柔道加跆拳道的高手。针对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加强部署以外，那当着配套啦，故意要惹代志，会结合其他警力，用上紧的速度将因压制落来，防止暴力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全面发现金6,000块的政策，对今开始呢，会当去到邮局柜台领现金咯。民众就爱揸这身份证加健保卡去到邮局柜台办理。而且头一个礼拜是有分这身份证倍数，双个或者是徛的，拜1、拜3、拜5就是徛的，也若拜2、拜4、拜6就是双的。另外，检警也抓到2个嫌犯，因是要利用别人的个人资料偷领这6,000块，目前也甲因移送法办啊。好，谢谢。全面普发6,000，邮局领现17、8、1早起开始，民众只需要提身份证加健保卡，就会当到全台1298间邮局据点去领。不过第一礼拜用分流方式，身份证也是记录证倍数是13579，但有的人会当伫135去领，上好是伫246领。我不会操作那个电脑的功能，我担心啊。我担心现在都有很多诈骗，我都害怕。诈骗很多吗？我怕操作不正确的话，容易进入那个诈骗的陷阱，所以干脆来这边比较简单。财政部表示，全面普发现金6,000政策，提供民众多元管道领现金。到17下晝4點為止，登記入口組超過912萬筆 ，ATM 領現有344萬外筆。開放郵局領現頭一天已經有40萬人透過郵局臨櫃領現金。不過警方也查獲全國頭一個普發6,000險啊防盜領案件，基人一名世間的查甫人登記到超商 ATM 領6,000，所報道領報警了後發現，伊捌伫網絡借錢，所以告諸外泄。檢警巡線伫中華查獲到2名相關，佮移送法辦。在身上查扣的手機當中，有發現多人的個資，全案依違反個資法、洗錢防治條例及詐欺，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警方呼籲民眾應該妥善保管身份證、健保卡等重要的個人資料，唔通隨意翕相傳送給他人，避免不孝人士也是詐騙集團借機利用。那郵局領現的領的時間到10月31為止，民眾會當佇郵局經過時間去領。記者綜合報道。為了要確保這燒錢的時陣電話卡會通訊正常，所以部要編60億的預算，對明年開始做4年的災難漫遊計劃。那種發生戰爭會以全民防衛動員令做依據，對這電信業者迄邊做調整，讓全國的無同款的電信業者會當互相接通民眾信號，或者手機通訊袂閣斷去。烏俄戰爭開戰以來，烏克蘭電信業者的基地台是一直受到軍攻擊。不過民眾同款會當連去其他有繼續在運作的基地台，做下網絡的運作，確保通訊袂斷去。所以要注意到這種在戰爭的時陣需要下網絡的重要性。編60億，明年啟動4年的災難漫遊計劃。假設激烈的軍事衝突下，它的網絡是殘破的，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希望能夠有機會，到時候讓人民還是盡量能夠。只能說盡量哦，因為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像現在這麼的順暢，做一些網絡的建制，所以才有一些經費來挹注。所以無講，若發生戰爭還是重大天災、這緊急狀況的時陣，災難漫遊的模式，都是喺概念上，各大無共的電信業者攏承認對方的客戶。假使講有2間業者的基地台互破壞，第3間業者的基地台同款會當運作，就會當提供信號，做下網絡的漫遊。當發生災難的時候，那我們透過不管是那個熱氣球或者是其他的移動式基地台，那它從空中飄過來了之後，那我們其實可以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電信業者還是需要去跟它的網絡去做整合，那是由電信業者切換，而不是我們的手機直接切換到連接到它的網絡上面去。或者強調講，這種災難漫遊和平常時業者互相之間的商業合作是無同款，是一種特殊狀況的應用。所以無是強調講，若真正發生戰爭，是以全民防衛動員令做依據，對電信業者這邊來做調整。民眾的手機也是無需要 update， 即賣已經調集業者來做相關討論和驗證。記者綜合報道。
来看美国，因伫咧顶礼拜下才发生银行员工开枪弹死5个同事的意外尔。这15日阿拉巴马州又有凶手撞入去高中生的生日 party 内面乱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28人受伤的悲劇。不过到目前为止咧，警方拢无公布案件进度，连凶手敢有抓到也拢唔知影。What happened? 急诊室的头前是天湾救护车和警车，家属急家拢跑出来。伫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小镇，顶礼拜6日发生枪击案。当地时间15暗时，枪手对一间当地办生日庆祝会教跳舞的教室开枪，欢喜过时日出变作规个拢会恐怖现场。4 lives were lost in the tragic event that occurred here in Dayton. As far as the injuries, there are 28 individuals that were injur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incident. 着枪过身的，佫包括一个当地社区真有名的骹球员，伊当阵是天妹妹在庆祝16岁生日，却不幸着枪死亡。So close to the students and being one of the track coaches on the team, you know, I'm just lost for words, y'all. I really am. 但警方并无说明嫌犯开枪的原因，另外嫌犯感觉活的、敢有风险嘛，拢无公布。但是强调当地社区目前是无威胁，警方嘛请民众提供相关的线索来厘清案情。美国顶礼拜伊才发生肯塔基州一个银行员工开枪拍死5个同事，这么恐怖的枪击案。3月底时阵，田纳西州嘛有枪手从日籍学校开枪造成6死。阿拉巴马州的生日 party 惨案已经是最近第3件死亡的人超过4个大规模枪击案。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超过160件大规模的枪击案。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讲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是1年多，罗西亚最近一直掠人来做兵。顶礼拜才拄通过新法，确定会用数位征兵，甲公部门系统相通。那准方列入去爱做兵的人，你想要出海关的时阵，就会去互挡落来。另外，罗西亚军队伫咧克里米亚半岛加强军备，要来阻止乌克兰的反攻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顶礼拜5签署所谓征兵法案，未来征兵会透过数位系统发送电子征调令，收到兵单的役男将袂当出境，要直接向征兵办公室报到。处罚进程伫两院真紧通过推测是俄国为乌克兰特别进行春季大反攻做准备。Попробуют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больш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езонанса и выехать на призывниках и контрактниках. Но сейчас ситуация очевидно изменилась, и очевидно сейчас власть сделала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можно было. 过去俄国役男爱亲自收到纸本征调令，真侪人无想要去战场，拢会无顾着兵单，也是直接出国相比。采取所谓征兵了后，征调令寄出去同时就开始生效，海关甲公部门公布会有资料。20天内无报道役男会互禁止出境，搁吊销驾照，甲禁止移转个人资产。安尼大动作的动员，互俄罗斯民众陷入惊吓，拢咧寻求非政府组织协助逃离征调。Число обращений к нам за помощью от те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хотят оказаться в армии. И вчера 660 человек у нас получили помощь. Да, и люди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знаете, перед таким выбором тяжелым, когд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у, либо ты пойдешь и будешь воевать и погибнешь, 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если будешь протестовать, то ты, ну, окажешься в тюрьме, причем по степени ужаса, знаете. 俄国当局是讲，所谓征兵甲上新的扩大动员行动无关联。那伫克里米亚地区，有万户民众对参军展现高度意愿。有分析显示，乌克兰可能会照着夺回克里米亚寻求突破。俄国最近继续伫半岛严防攻击，包括征兵甲修建防御设备。公司新闻牛眼编译。那咱台湾的中南部无落雨，这世界真侪所在同款冻着可怕。美国上届新的一期科学周刊研究人员发现讲，这地球暖化造成突发性可怕，唔但影响到日常生活，也影响到农业甲生态。对3月到4月，对西班牙东部的瓦伦西亚，到国较北边往法国边界的加泰隆尼亚，持续连续发生森林大火，和消防队是无用试试。专家更较烦恼的，就是会造成像那安尼烧连续一直烧的原因，就是因为气候的暖化和可化。若是慢慢演化的，农作物和生态体系甲人类拢较会适应，但是研究看起来毋是安尼。If it's come
too quick, too unexpectedly fast, then both the ecosystem, the crops and the society will not actually have time. It will struggle to respond or to adapt to the new conditions. 外电引上新的科学周刊的文章讲，突发性可汗的问题最近10档开始受到重视，包括欠水资源、愈接森林大火，拢和暖化有关系。A newer concept that's been around for maybe a decade or so is flash droughts, which start much more rapidly,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perhaps bigger impacts,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y evolve rapidly because there are sudden deficits in rainfall, in precipitation, but also they're often accompanied by high temperatures that rapidly deplete the moisture in the soil through evapotranspiration. 规年拢在面对可汗的冬灰，民众普遍粮食和营养拢无够，因为暖化造成突发性的可汗是愈来愈接，开发程度比其他较悬的中国和工业先进国家拢无法度避免。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对今仔开始呢，这坐大众交通运输，包括坐去停车，拢会当边挂水暗路。敢若只剩讲去到病院或者是中照机构一寡所在，就是爱挂。就医生提醒讲，即摆防疫是靠个人，但准去到人客人的所在，建议是爱挂。那照今仔日观察，有9成的民众有关是挂掉掉。列车入站，旅客一个一个落车，大部分拢还是有自主挂喙罨。即卖疫情转好，指挥中心照原本的规划。4月17开始，这公共运输袂强制挂喙罨。有旅客认为讲，要是搁观察一阵嘛，会较放心。现在反正刚刚实施嘛，就已经戴习惯了，就慢慢在那个政府如果说全部解放的话，它才跟着解放。因为其实在国外早在去年就没有再戴口罩了，那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台北捷运为这时开始，嘛无安排站务人员伫闸门提醒民众爱挂喙罨。不过观察上班时间人较侪的时阵，旅客大部分拢有挂喙罨，公车的乘客嘛是9成以上拢有挂。根据指挥中心的规定，目前敢若剩8种场所，包括医疗医事机构、社福甲长照机构，还有救护车，拢爱专程挂喙罨。违者可能无效，要是会罚3000至1万多块的罚款。大家要把它想成说是防疫的责任还诸于个人，所以说在捷运上非常拥挤的地方，或者说在医疗院所脆弱族群比较多的地方，那其实大家还是要相对那要小心一点。如果我们确定说疫情并没有真的结束，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还是要把防疫的规格放高一点点。到了一个比较陌生拥挤的环境呢，或者在大众捷运系统呢，最好还是把口罩戴起来。医师表示，防疫进入下一个阶段。再来爱观察的是，动静住院的人数敢有持续降低。动静若无明显降到10个以下，便有新的病毒入侵，要是会有一波流行。所以现阶段敢若是把防疫回归到个人，伫人侪密闭空间，建议民众要是爱自我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开始呢，这坐大众运输已经唔免挂喙罨。讲到这喙罨伫疫情关卡的时阵呢，发挥真大作用。特别是喙罨国家队用上紧的速度大量生产喙罨，佫会当拼这喙罨外交。即马这喙罨渐渐解除禁令了后，政府也开始辅导这业者转型。制造立体喙罨的机器正在运作。桃园这间喙罨业者，真正是喙罨国家队的成员之一。迄阵全台有1/4的量对因家来。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台湾康匠是以一个日产能300万片来提供，就是政府来征收。讲到喙罨国家队，经济部当时伫2020年1月底宣布成立，伫大家共心之下，40天内组建92条生产线，互喙罨生产量对原本一天生产188万块，渐渐提升到一天生产3000万块，甚至促成喙罨挂钩。只是即阵疫情转好，喙罨陆续解禁，挂喙罨的人嘛渐渐啊减去。病院可能较爱挂，若是外口的话，我是感觉空气也较流通，更免挂啦。需求量减，业者嘛对咧转换重心，除了看订单量来开产线，嘛将主要的生产力
转往客制化，也是开发新品。业者嘛，当咧研发会当回收的环保喙安，用多样化的方式来应变。之前会以一般的就是医疗平面、成人口罩为主，那现在来到就是50%是会做一些客制或者是不同的就是款式来设计。我们最近有申请一个疫后特别条例，那我们相关的厂商可以在做升级转型的话，可以做一些努力。经济部表示，行政院规划疫后预算，经济部有特别编100亿元协助制造业转型发展，加向低碳、低废化生产。最近嘛会开放有需要的厂商去申请，用辅导补助等措施协助业者升级。记者陈文佳、桂林、桃园台北采访报道。讲到国内交租的确诊病例已经有29个咯，就专家伫咧烦恼讲，这交租甲武汉肺炎无共款，疫情调查比较较困难，是因为有的人会暗砍讲，伊甲啥人接触过，有甲人啥人直接，可能会增加这社区内面的传播风险。不过，疾管署的专家会议有决议，讲对即马开始呢，若阵这交租的确诊者经过医生评估，唔免住院，厝内面各有一人一间的空间，就会当登到处理隔离，一直到身躯顶的监批落去为止。新冠本土疫情转好，交租疫情煞提悬。目前国内有19例交租确定病例。有专家表示，交租主要是经过体液性接触传播，不管是同性之间或者是异性之间，都有可能。不过交租甲新冠无同，一条较困难。有的人会隐瞒交病的状况，恐惊互社区传播风险扩大。建议爱自我防范上好是固定性伴侣。有些人他其实他可能不这个，因为毕竟会跟性行为相关的话，他会避免去跟人家这个很明白的这个告知，对，这个的确会造成这个医疗上的困难。疾管署表示，考虑交租传播有限制性，经过专家会议决议，即马开始医师或者是确诊个案，若经过医师评估，无住院治疗照护需要，而且厝内条件应符合一人一室，应登去自主健康管理，免住院隔离。如果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比较严重的条件的话，那第二就是看说家中是不是可以允许他一人一室这样的条件，在家里面完成这个后续的自主健康管理。疾管署强调，有防交租上好的方式就是做疫苗，第二阶段疫苗开放3万的名额，到14中头为止，有22000多人完成做医院登记，系统会根据民众登记顺序，加选择病院寄电子邮件通知民众有约挂号，到照时间去病院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网络诈骗是愈来愈好打，进前政府有宣布要修法，甲这投资广告徛名制，强化这投资广告事前的审查和事后落价机制。国民党立委李贵敏就要求所有部长长方，伫一礼拜内爱甲即寡无名诈骗广告全部拢落价。这个数位部是回应讲，这广告是有牵涉到这投资诈骗，是爱经过金管会来认定。金管会官员表示讲，若准一寡较出名的人，互人偷摕去做投资诈骗，因会先处理，希望对源头来甲这诈骗的广告减少。下架1个礼拜之内可以还是不行？会一直有新的，那我们会观察 Meta 是不是在真的24小时之内就有。不是啊，不。李国民党立委李贵敏针对网络投资诈骗广告落价1礼拜期限已经到，作为无回应广告是不是牵涉投资诈骗，由金管会做判定，无正面回应进度。金管会政治局表示，已经收集做到无名的有名人名单，互Google跟Meta这平台加强审查。这些他会从排这个优先顺序哈，那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周知的这些，它会变成重点下架的这个名单的话，那他会优先来处理啊。过去做无名诈骗有名人，包含前公共集团董事长陈玉秀，也相片互诈骗集团利用，邀请人加入存股社团，也透过基金会面册定清。另外，宏基集团创办人施进营也正做诈骗素材。金管会政企局指出，未来透过资讯搜寻技术，挑战网络媒体广告各位源头管控，减少看定诈骗投资广告，防止民众被骗。专家建议，定价投资诈骗广告爱付钱，政府应为金流做阻断。另外，民众部分爱看到广告内容有钱或者是投资，爱特别注意查证是不是事实。那现在的诈骗群组广告看起个人因素，恐惊派红番。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多一些透明的资讯，就比如说这个群组是大概什么时候建立的，
或者说这个账号是什么时候去成立的一个账号，因为这一些的资讯实际上是有助于民众在做一些识别的。有这样子的机制在的时候，它这种诈骗讯息或者是一些不实的讯息，它是可以被局限，它就不会变成一个好像无止境的扩散。情形态诈骗误会执行 ，NCC 建议请电信业者提供公部门专用简讯号码，组织人头问候这手段，望用阻断诈骗。记者综合报道。昨有中国旅客要对上山机场入境，行免申报通关柜台，最后海关查到讲有偷炸亚卖产品，该罚3万块。海关强调讲，这旅客若炸到这检疫项目，应该爱行红线柜台，主动申报，才袂互人查到，搁爱接罚单。我不用钱。这样子就抢我们3万。电光机发现翕到影像有各样。昨日暗时6点50分，海关伫上山机场查到为厦门入境台湾的中国籍姓杨的旅客，伊的行李内底有无申报的亚肉制品0.51公斤，罚款3万块。去用罚的旅客是真生气。当事人是带了3个鸭脖子，被罚3万，你觉得会不会太重？有一点重，有点重。那你觉得？但是规定上你知道带的话，那就没话说。会觉得太重吗？还是这个？不会啊，不会啦，但是都有明文规定啊。那你自己了解入境台湾不能带动植物产品吗？知道。有旅客认为讲，可能有人对法则无了解，不过嘛有人讲该罚就爱罚，就爱遵守规矩。海关嘛强调讲，旅客若是有炸检疫的物件，应该爱行红色的路线，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会送防检局来检疫。若是行青色的路线，互查到，就爱裁罚。旅客从猪瘟地区带进猪肉产品的话，第一次裁罚20万，第二次裁罚100万。那其他肉品的话，从3万元起跳。台北关表示，海关查到旅客炸动食物的产品形态是真侪，其中罚款罚上侪是猪肉的产品。根据统计，去年炸猪肉防罚的罚金占头名，拢总是3718万6千块。今年1月份至3月份，猪肉部分嘛才罚2351万8千块，占上侪。其他的肉品是171万2500块，也那食物是122万8500。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9日一大地震了后，南投水里乡上安村有起一座全长225公尺的吊桥，互人叫做竹桥。这是这2粒山头往回变倒，也因为这个桥面离山谷有60公尺的深，去年底着业者伫这桥顶经营高空弹跳，也就是这白素跳杆的这个活动，互民众检举了后，县政府去稽查。业者发现讲呢，这业者呢根本无牌也无保险，已经禁止因开业了。南投水里乡上安村有名景点竹桥，桥顶看守跳坎的设备，互民众投诉了后已经清掉。不过不少游客拢讲，要看业者在桥顶搁咧做看守跳坎的活动。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他们的安全措施好像不是很完美。有看过就对。有啊，中方就从这边跳下去，要有一个那个伸缩绳啊。如果是你，你会跳吗？哦，保险不够多啦。嘿啦。为桥顶跳落来，伫山谷之间感受刺激。业者去年底捌互人检举违法营业，被查到了后消息。不过最近佫互人发现桥顶佫安装看守跳坎的装置。南投县教育处最近去检查，确认业者虽然有营业登记，不过无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也无当地许可，所以当面要求业者爱禁止佫做这个活动。没有保险就是对消费者没有保障嘛，是场地许可，就是桥梁的主管机关的许可，还有绳索扣环的检测这方面，这3点是目前还欠缺的啦。县府公司扣款这设备也应该有检验合格证明文件，不过目前国内无政府认可的专业技术机关应提供检验，相关问题要甲教育部体育署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海内面的鱼啊，扁鱼有人讲皇帝鱼，因为这肉质真油，真侪人爱食。最近农委会水质所的专家佫确立一种新的物种，叫做尖喙无线塔。目前全世界敢若2无这款的标本尔。目睭生伫同一边的皇帝鱼，肉质真油，刺真少，佮含真侪欧米伽3，所以真侪人拢真介意。
毋过有一种中小型的红带鱼，身躯边无线，住伫个全球热带到温带的海域，叫做无线拖。其中有一种全世界敢若2尾的标本，经过农委会水试所李茂营博士确认是新的物种，甲号名叫做尖喙无线拖。尖锐的突出的吻部，所以才会叫尖吻，就是一个物种特色。它的体型的话，大概是目前最大值大概只有9公分左右吧。水试所伫2021年发表过5种西太平洋浅海的无线拖，即摆发表的尖喙无线拖是住伫个深海，目前敢若2项标本是伫个日本，抑阁有台湾小琉球南边海域700-800公尺的所在所掠到的。因为是住伫深海，所以较少互人掠到，族群量抑阁有分布等等的资讯，阁有真侪研究的空间。那种生物调查研究才会取得，然后有时候就算在类似的深度或者是类似的区域，但是有时候就是运气嘛，不一定你网子下去上来就会有鱼。尖喙无线拖是伫2000年迄当阵掠到的。李茂营博士表示，2009年伊已经透过电光确认是新的物种，但是迄当阵抑阁想要等待敢会当掠到活鱼，但真侪当拢等无，所以决定伫去年正式发表。即马全球87种无线拖，有10种拢是伊号名的。伊讲海洋抑阁有真侪生物等待大家来发现，希望这个研究会当引起社会对保育海洋的重视。记者综合报道。有视力障碍囡仔无法度学唱歌，无法度看歌谱、看歌词，就爱投入搁较侪时间用听的来学习。台中市的惠民母校带这视障学生来学合唱，希望替因找到舞台，培养无共款的能力甲经验。学生囡仔则会唱出响亮美妙的歌声，这是台中市惠民母校的学生所组成的合唱乐团。我喜欢唱歌，而且我也喜欢音乐。我弹钢琴会很希望跟同学一起演奏，在舞台上唱歌给很多同学听，还有老师。惠民母校是针对视力障碍的特教学校，为着要让这群囡仔一个舞台来表现，校方成立合唱乐团来培养囡仔学唱歌。重要的潜能开发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在音乐上的这些表现，他们在人际关系还有自信心上也可以提升很多。不过目睭看袂到，让这群囡仔是比其他的人会去投入愈侪心思甲时间，一遍搁一遍用听来学习。我们可能快速翻阅可能只要30秒，可是他们可能要完整听完需要4分钟。歌词好，熟悉旋律，熟悉拍子，又是别人的好几倍，因为他们完全就是用听觉去学习。惠民母校积极带这群学生去训练、参加比赛，也有表演，就是希望提供这群囡仔无同款的经验，建立因的信心，也有拓展愈开阔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囡仔有舒适个好佚佗的这个游乐空间，台南的归仁区公所按算要甲旧的游乐设施重新打造，变作有在地特色的主题游具。佮专工邀请在地国小也佮幼稚园学生来投票，选出家己喜意的物件。这几年，民众和市府愈来愈重视囡仔使用的游乐设施。台南归仁区公所最近也按算要甲运动公园内的游乐设施改造有在地特色的主题游乐区。公所为着参考市民的意见，除了办说明会，也请区长亲身到国校和幼儿园，向囡仔小解目前几个无同主题的规划，要交予囡仔投票决定。首先就是召开我们的那个说明会，一起共同来讨论了哈。第二招呢，我们就研究设计出我们的意见调查表，发给学生，带回去跟家长讨论，票选出到底他们喜欢哪一种游具哈。新的娱乐设施分作高铁、石屉、甲糖拖3种融入在地特色的主题，透过合适单，囡仔会当参家长讨论，表达想法。未来会选出2种主题，打造出分年龄的游乐设施，互大人囡仔拢会当耍。这次也特别采分龄的设置一个理念哈，一个是6岁以下，然后一桌是6岁以上的了哈。可以说在6岁以下的是票选比较喜欢高铁的设置。那另外呢，在6岁以上的部分目前得票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的4家
造型的溜滑梯。新的主题游乐设施改造工程有计伫年底进前完工，到时阵就会当提供规邻地区的民众一个特别、搁好耍的游乐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莫斯科的高年级文化公园呢，顶日有举办一场真有古早味的游戏机展览，真侪迄当时还未出世的少年人对一寡电动机仔拢真好翕。伫央德克斯博物馆，这手耍的机仔拢出现伫前苏联时代产品，大型的显示幕，用即卖标准来讲，因讲是真无聊。不过20外岁达利亚算起来煞是真趣味。Я в детстве своем такие не играла. Но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А чем нравится? Примитивностью, наверное, своей, простотой,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ей внимания как-то вот просто. 日本任天堂公司伫1980年第一摆推出手耍的机仔，前苏联也伫无偌久了后引进市场，主角是米老鼠。虽然迄时阵苏联甲美籍敌对，不过这来自德国的娱乐同款伫铁幕内底真受欢迎。То есть у них сюжет полностью одинаковый, э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их сравнить. Но что интересно, вот эта консоль, она выглядит чуть скромнее, чем оригинальная японская, даже по качеству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тому, как она выглядит. 提供展览场地央德克斯博物馆表示，虽然这机仔大家早都袂记哩，不过伫电脑甲电子产品的历史上，算是袂当欠缺的一部分。Наш музей, он охватывает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вообще сфокусирован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на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вычислитель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вот такие портативные консоли – это, в общем,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страница, скажем так, бытовых домашних устройств, которую нельзя вырвать из контекста. 不过，伫电玩世界，前苏联毋是只有进口甲模仿，也捌出现流行全球的原创产品。50岁以上的人拢算过甚至听过游戏软体俄罗斯方块，被叫做“洛克型益智游戏”的开基组，是前苏联科学院电脑工程师帕基特诺夫伫1984年发表。为上早的大型荧幕主机到即马为个人电脑手机拢用算，色水音乐五花十色，产生的游戏是有够多。经营博物馆的央德克斯企业集团下开遭切引进共款器官伫苏联解体进前无偌久，是非英语系国家上出着。央德克斯伫俄罗斯市占率超过60%，主要经营范围也个甲谷歌地图的定位正共款，网络订餐、外送、计程车、叫车等服务。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伫西班牙有一位50岁极限运动员弗拉米尼，伊挑战要伫咧涂骹的洞穴生活，一住就是住500天。拜五出来时阵，伊阁讲无想要出来啊，敢真正遐尼舒适咧？咱做回来看卖。挂乌金目镜爬出洞的弗拉米尼，笑眯眯甲队友爱沙子，看起来精神是袂歹。佮讲声笑讲要庆祝一个。50岁西班牙爬山专家是伫2011年11月20亲自伫西班牙南部摩特里附近的洞穴，伫70公尺深的涂骹度过500天不见天日的生活。期间除了有8天因为网络问题捌重回地面，家己一个踮伫布棚，其他日子完全甲外界隔绝。Ahora os puedo enseñar el salón de mi casa. ¡Buah! Mirar qué ves. ¡Buah! Ahí está el Belén. No sé si lo veis, pero mirar qué belleza. Voy a estudiar. 伊即摆洞穴之旅，目的是挑战人体极限。期间有一群科学家，包含心理学家、洞穴专家甲体能教练，负责监督，伫无分日暝、空间受限的状况之下，对人的身心会产生什么冲击？弗拉米尼讲，伊将时间用伫运动围图甲恰碰细胞啊，总共看60本册，啉1000公升的水。Y disfrutar de ello, disfrutar de lo positivo que te ofrecen las experiencias. De querer abrazar a alguien, de querer comerte unos huevos fritos con patatas, de todo. Para eso estás, para disfrutar.
就像这种正面态度度过洞穴日子，可以成功完成这摆挑战。伊表示，伫洞穴当中，从来毋捌想要过放弃，甚至无想要等伊到地面。即摆上想要做的就是好好洗身躯。伊团队表示，已经打破2年来伫洞穴上过金氏世界纪录，目前得到认证的困伫涂骹存活上过纪录，是2010年有33个智利甲玻利维亚探工伫涂骹688公尺的所在受困69天。公司新闻将回应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就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